熊姐姐喜歡吃甜食，熊姐姐係甜食，她買了一袋她買了一袋甜甜的巧克力甜的巧克力回家。回家。熊哥哥最饞嘴了，最饞嘴了，熊哥哥熊哥哥最饞嘴了，最饞嘴了。他買了一串他買了一串香噴噴的炸魚丸香噴噴的炸魚丸回家。回家。熊媽媽肚子餓了，熊媽媽肚子餓了，她買了一個她買了一個烘得很香的薄餅好咗好香的薄餅回家。回家。熊祖父經過水果店，熊祖父經過水果店西瓜，他買了一個他買了一個又大又甜的西瓜回家。有甜的西瓜回家。熊祖母最愛做甜品了，熊祖母再做甜品了，她在家裏他在家裏煮了一碗熱騰騰的湯圓。煮了人的熱騰騰的湯圓。耶！大家都把食物大家都把食物放在桌上，放在桌上，真好啊！真好啊！怎麼這些東西都是圓圓的？圓圓的。咦？咦？咦？怎麼一轉眼，做乜一轉眼這些圓圓的東西都不見了？都不見了？這些圓圓的東西這些圓圓的東西都進了熊爸爸都中了熊爸爸圓圓的肚子裏了。圓的肚子裏了。咁呢，熊爸爸而家食晒所有嘢，又唔留俾屋企人喎，大家都唔開心喎。咁熊爸爸知道自己做得唔啱呢，咁佢要同屋企人講乜嘢啊？對唔住。係啊，點解對唔住啊？我想食晒人哋啲嘢屋企。冇留俾人哋食啊，係咪啊？